加拿大同美國關稅談判破裂，貿易戰喺啱啱過去嘅週末重新開打。美國總統特朗普將貿易戰升級，向加拿大汽車行業追加關稅。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表示將會以反制措施回應，同時願意重開對話，但唔會接受任何不利嘅安排。美國總統特朗普今朝早喺社交媒體表示，由出年元旦開始，所有由加拿大進口嘅汽車、大小型貨車、汽車零部件同埋鋼鐵關稅將會提高到50%。特朗普指責加拿大多年嚟剝削美國，又批評加拿大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難打交道嘅國家，形容加方保持理所當然嘅態度，話美國唔需要加拿大，反而加拿大需要美國。但係美國部分官員近日先後釋出可能重啟美加貿易談判嘅信號。消息指加拿大加美貿易部長勒布朗目前仍然同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保持聯繫，有可能持續進行最後階段嘅艱難談判。加拿大總理卡尼就表示，如果美國改變談判方式，加拿大願意重新展開對話，不過強調唔會接受不利加方嘅安排。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And that's before you get to constraints on our ability to do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nts, which is to sign trade deals with Canada. 加美貿易談判破裂之後，美國喺星期六對價值大約300億加元嘅幾百種加拿大商品徵收50%嘅新進口關稅，其中包括家具、塑膠製品、膠合板同電器設備等。加拿大政府亦都宣布反制措施，由9月8號開始對價值200億美元嘅美國鋼鐵、乳製品、家電、電子產品同埋其他產品徵收關稅。卡尼承認貿易戰將會損害經濟，但強調貿易戰並唔係加拿大挑起，並且承諾向受衝擊嘅企業提供財政援助。